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看看成不成功。我想要办一场母语演唱会，全部都母语的，然后在小巨蛋，都兰的小巨蛋。我觉得有很大的困难，当然你说钱也可能，当然我觉得另外要克服的就是我要教导我自己的部落的弟弟妹妹，让他们喜欢也热爱自己的族语以外，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接受这样的音乐，就都在哈日哈韩，听不懂都在听的，有没有在哈阿美族？拜托哈一下我们。很好，他很容易的，我们就在你身边，偶尔坐火车去台东玩，都看到。想要做这个事情，去年已经在台北先练习过了，今年也有，然后办了2场，算是我觉得这几年少数原住民歌手就是唱母语的，很难得的一个机会。2场都破1000人哦，在台北。就2场也都唱母语2个小时，第1场2个小时，第2场2个小时半。我在想，那1000多人听不懂他们在怎么那么厉害？真的，就透过音乐这语言是没有隔阂，我觉得，而且不一样的文化氛围，反而呈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彩多姿。我是这么觉得，也很好玩。那时候唱母语啊，就有 dancer 啊，有没有唱母语还有 dancer？ 不是跳原住民的舞蹈啊，街舞哦，真的。有没有？我学过我的 dancer 老师是那个温岚的指导老师，很酷，很贵啦，请1次我就倒闭了。然后服装也找了厉害的服装师 Angeline 跟那个现在在独身贵族的设计师娟娟，这是很厉害的服装设计师。包括你刚才看到那个新娘子，乐手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就是试试看，就是让就因为不一样的文化氛围，我觉得呈现的东西会更多元。然后我相信很多人没看过，所以我想要办，然后在去年跟今年都已经练习过1次了。有出 DVD 可以证明，外面有卖周边商品。周边商品，这是森林系的 T 恤，猫头鹰也是设计师设计的，好看哦。就跟很多族群都会有猫头鹰的一些神话故事，阿美族也有。好，就这样，好看。除了想要就练习，然后透过一些设计啊，传达一些概念。当然还有我们的口袋森林，就是把树种在新的位置，类似，对吧？没有土地哪来森林？类似这种就概念，用原住民的发想，然后不是很刻意的把图腾表现出来。因为我觉得对图腾有些人可能就比较陌生或者格格不入，但是我只要跳街舞你们就懂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变偶像染头发你们就懂嘛，就不用解释太多，这样懂了吧？透过音乐就很多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下一首歌《拉千禧》啊，是我写给我部落的年轻人的一首歌，然后现在衍生出来，好像变成我的粉丝团的主打歌曲。很特别，因为阿美族是年龄组织，然后5年为一个单位，就5年之内的这一群人是一个班级，然后老人家这一群人长大之后，就5年办1次成年礼，会给他们名字，他们就要一起承受把这个名字当做这一辈子的事情。我想说歌迷很奇怪啊，我又不是 Lady Gaga 上面有小野兽，我想说我的歌迷也要用阿美族式的，所以我就给我的歌迷去取了一个名字叫拉铁粉，因为铁了心当署命的粉丝。但我更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下阿美族的那种精神价值，所以我还是用年龄阶层的方式，希望他们一起就哪天不迷我，可以迷陈建年啊，阿妹也可以，我可以接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开放的，更包容的。然后其实更有力量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拉千禧》。
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前西，拉前西，拉前西，拉前西。哎，拉萨东是拉萨东，拉萨东是拉萨东。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哦哎呀哟哎呀哦呀，哦哎呀哦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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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哎呀哦呀，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。天空上的太阳一直圆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，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前西是拉前西，拉前西是拉前西。拉萨东是拉萨东，拉萨东是拉萨东。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拉铁粉是拉铁粉。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，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，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那呀哦呀，哦哎呀哦哎呀哎呀。哎呀，拉前西，拉前西是拉前西。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是拉萨东。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拉铁粉，拉铁粉。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孩子啊，孩子，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是谁的？好来，拉铁粉。啊，不玩，然后再换是我们的乐手们。